柏斯嘅天鵝谷呢，係一個風景如畫嘅地方，嗰度有世界一流嘅酒莊同埋好多嘅葡萄園。今日嘅行程就包括參觀2間酒莊。沿途見到好多嘅葡萄園，加上旁邊嘅人工湖，隨便都可以影到一幅好靚嘅風景明信片。酒莊有一啲係免費品酒，有一啲咧就用好低嘅價錢就可以試2-3種，試啱咗當然就可以買返屋企啦。美酒加咖啡，我只要喝一杯。呢間酒莊除咗釀酒賣酒，仲有一個古董車展覽館。又喝了第2杯，明知道愛情像流水，管他去愛誰。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我并没有醉，我只是心儿碎。开放的花蕊，你怎么也流泪？如果你也是心儿碎，陪你喝一杯。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我并没有醉，我只是心儿碎。去到第2間酒莊，我哋除咗呢度品酒之外，仲喺呢度食午餐。食完晏晝，仲有時間喺外邊周圍逛下，欣賞下田園嘅風光。心兒碎，陪你喝一杯。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下午嘅行程，我哋係去 Mammoth Cave National Park， 佢係同美國肯塔基州西南部嘅國家公園咧係同名嘅，但係嗰個咧係世界上已知最大嘅溶洞，亦都係最長嘅，總長度係達400英里，而柏斯呢一個咧，佢嘅總長度只係得500米。入咗洞穴可以見到一啲由幾億年前已經形成嘅鐘乳石柱啊、石筍等等。山洞並不太長，好快就可以穿過另外一邊。出咗洞口，發覺自己置身喺一個被森林所環繞住嘅一個懸崖下邊，咁樣嘅環境只能夠係由大自然去創造。去下一個景點之前，我哋會經過一個森林，裏邊可以見到柏斯獨有嘅卡里樹 （Cherry Trees）。
同埋紅色嘅丁格樹 （rectangle trees）。丁格樹咧係屬於桉樹嘅一種，而且比其他種類嘅桉樹更為罕見，最高可以達到75米，樹幹周長可以去到20米，每4年咧仲會開花一次，所以呢啲樹咧大多都有400年嘅歷史嘅。而 Carry Trees 咧亦都唔輸蝕嘅喎，佢最高都可以去到71公尺咁高嘅。穿過古樹林，我哋就去到澳洲最西南角嘅納文角燈塔。佢係澳洲最高嘅燈塔，距離海面高度56米，燈光亦都可以照射到48公里以外，係屬於西澳嘅著名地標。燈塔嘅位置係處於南冰洋同埋印度洋之間，所以佢嘅風浪係特別大。喺當風嘅地方咧，幾乎都會俾佢吹到。距離納文角燈塔冇幾遠，有另外一個景點叫做巴塞爾頓長堤 （Busselton Jetty）。佢係一個有超過150年歷史嘅木造長堤，全長1.7公里，係南半球最長嘅。